以下內容涉及血腥畫面，敬請各位留意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嘅頻道。今日要講嘅呢單嘢，如果唔係有人擺上網，我諗隨時冇咩人知道。原來而家啲同黨欺凌人可以黐線到咁嘅地步。件事發生喺3月18號，距離我拍片都差唔多1星期。有幾個後生仔懷疑因為自己心情唔好，就揾人出氣。經典欺凌人嘅橋段，佢哋挑釁一個受害人之後，成班圍毆佢，壓住佢，等佢冇力反抗，最後仲做咗一件近乎謀殺嘅事，用滑板全力打落受害人嘅頭部。你冇聽錯，係用滑板打頭。呢啲唔係打交，呢啲直情係想攞命。圖片一可以見到當事人被打到流晒血，然後仲要用手推當事人頭部，十分恐怖。受害人返到屋企之後暈低，成身流血不止，好彩俾屋企人及時發現，送去醫院。如果唔係，後果真係不堪設想。醫生見到都嚇親，話啲傷勢深到見到頭骨。哇，要有幾嚴重先會見到頭骨？呢單嘢仲唔係謀殺，仲要打斷手？你話呢啲係人做嘅嘢？據講涉案嘅人有3名，不排除有更多呢啲同黨有參與呢種欺凌行為。我可以分析一下佢哋依家嘅心情，我都幾清楚呢類人嘅性格。佢哋會認為唔係佢嘅錯，錯嘅係篤灰，即係公開成單嘢嘅人錯。呢種人就係泯滅人性嘅野獸一樣，完全唔會覺得自己有咩問題。我覺得唔理咩事都好，不論係有任何衝突都好，出手攻擊其他人就係錯。而當事人完全冇作出任何攻擊反抗行為，個班死 MK 喺流血情況下唔停止攻擊行為，呢種人絕對要受到法律嘅制裁。以下嘅人士就係懷疑欺凌事主嘅3名男子。第1名就係呢位懷疑用滑板攻擊事主，第2名就係呢位懷疑傷害以及壓住事主，亦都被指曾經打女人，然後隻手就紋晒身，之後帶住條 MK 金鏈。估唔到今時今日2026年都仲有呢種戴金鏈嘅 MK 仔。而第3位呢位用日文名做 username 嘅，老實講就咁睇圖片，我分唔出呢個係男人定女人。睇完3個人嘅圖片，發現呢類 MK 仔真係有樣睇，全部都兇神惡煞。最後受害人嘅親友忍唔住話：你哋係咪黐線？仲話唔排除有更多欺凌人士牽涉在內。你話香港仲有幾多呢啲事發生咗，但係冇人講。如果唔係有人擺上網，可能呢單嘢又係靜靜雞收科，幾個同黨繼續逍遙法外，繼續揾下一個受害人，性格越嚟越扭曲，最後變成潛在罪犯。呢啲唔係恐嚇大家，好多時罪犯出身背景都係相當複雜。我唔係歧視，但同家庭背景有好大關係，例如單親家庭等等。毫無疑問，呢類人係好慘，但絕對唔係欺凌其他人嘅理由。如果大家發現身邊嘅人懷疑受到欺凌，先觀察情況，確認事實之後，即刻同有能力嘅人講。學生就同屋企人或者報警處理，千祈唔好諗住一場同學一場朋友，無謂搞到咁僵。呢班人嘅行為已經唔係普通打交，而係蓄意傷人，甚至係謀殺未遂。用滑板攻擊他人頭部，根本就係想打死人，搞出人命。如果受害人當時冇人救，可能已經死咗。你話呢啲同黨嘅惡行，去到今時今日都仲有。如果而家唔出聲，聽日可能就係你身邊嘅人出事。我哋要將呢件事推出去，推到全香港都知，等呢班人唔可以再匿埋，等佢哋知道做錯事係要負責嘅。如果你有相關資料，請幫手轉發。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 like， 未訂閱嘅朋友記得訂閱一下，感謝各位嘅支持。關撚事啊！關撚事啊！冇人理你啊！